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 好吧》。夏天到了，你们喜欢吃什么料理，可以让你们就是吃的又没有负担，而且又吃的营养呢？今天呢 ，Andy 有了做两个就会买的 sushi， 不管呢你好包特富皮也好，包海苔也好，我们来看看做的做出马改变法嘞。这个梅子呢，是待会我们要包到我们舒淇里面的，我会把它切成小小的。梅子呢，也是我们今天要教大家讲的客家话，就是叫做抹耶，抹耶，要学起来哦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准备2种料，一个就是抹耶，第二个呢就是红萝卜。红萝卜呢，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客家话，就是叫做红萝卜。首先，我把我的梅子脆梅的部分，好，我把我的红萝卜放进去里面了。其实呢，夏天很适合吃梅子寿司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句话，就是叫做“捏甜懂合色色，抹耶苏西”。捏甜懂合色色，抹耶苏西，吃起来就觉得哦，又吃得饱啊，又不会感觉很油腻这样子。好。到底做这个梅子寿司好不好吃呢？要来请试吃员帮我试吃看看了。先请你选一个好不好？中间的好不好？好，也蛮好吃的啊。真的吗？你有吃到脆脆的梅子吗？有，加了这梅子口味之后，反而让我觉得就是多了一个层次感，还不错的。来，我教你很实用的，像你这边有看到梅子，对不对？梅子的客家话就是叫做抹耶。抹耶。哎，你讲得很好哎。抹耶，然后当然寿司就是苏西，因为它从日本话来的。谢谢你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我们一起 DIY 做这个苏西，有没有觉得很疗愈？非常的可爱，而且呢，出去野餐的时候也很适合带着走哦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就是梅子，抹耶，抹耶。第二个呢就是红萝卜，红萝卜。红萝卜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，就是夏天很适合吃梅子寿司。捏甜懂合色色，抹耶苏西。捏甜懂合色色，抹耶苏西。哦，讲到我都觉得心花怒放了。梅子寿司真的非常的好吃，大家记得要动手做做看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